今集廣州之旅會帶大家去花園酒店，開箱位於大堂、環境超靚嘅瀑布餐廳。究竟人均港幣300幾蚊嘅自助早餐有咩食，值唔值得去？即刻同大家一齊開箱！大家好，歡迎嚟到不能肚餓嘅頻道。今次我哋住廣州5星級花園酒店嘅粵韻套房。如果加埋自助早餐，總數就大約1900蚊左右。計返條數，自助早餐即係每人預計要300蚊左右啦。至於花園酒店套房嘅詳細開箱，大家可以睇返我上一條影片，嗰度有最完整嘅介紹。如果你揀咗酒店嘅自助早餐，其實有2個選擇㗎。你可以去大堂嘅瀑布餐廳，或者去30樓嘅凌船閣。2間餐廳嘅開放時間係唔同嘅，記得留意啦。我哋會住2晚，可以同大家試晒2間。今集先同大家開箱瀑布餐廳。呢度入座好簡單，連早餐券都唔使拎，直接報房號同貴姓就入得，非常方便。一入到嚟，真係俾呢個18米高嘅巨型瀑布震撼到。陽光透過玻璃曬入嚟，對住個瀑布食早餐，感覺好開揚。喺廣州市中心竟然有咁高質素嘅餐廳，真係冇得輸。順帶一提，呢間係冇豬肉餐廳嚟㗎，即係全間餐廳嘅嘢食都唔會有豬肉成分。影片係全自費製作，希望觀眾你可以訂閱支持啦。事不宜遲，即刻睇下有咩食。入門口首先見到麵包區，有即整煎餅之餘，旁邊仲有一大排醬汁任你配搭。麵包控一定滿足。跟住我哋去凍肉區巡視下，凍肉種類都幾豐富，而且排得好整齊，睇得出有心思。另一個區域仲有壽司、冷麵、穀物片，仲有唔同口味嘅粥。嚟到廣州點可以唔食點心？去到點心區，最令我驚喜嘅係呢度竟然有師傅現場包蝦餃，睇住師傅逐隻去包，真係5星級酒店先有嘅體驗。新鮮即製，想唔好食都幾難。除咗蝦餃，仲有其他點心㗎。呢度仲有即炒奄列，想加咩配料都可以同師傅講，保證每一份都係最啱你口味。跟住轉個頭去埋熱食區巡視下，即刻睇下今日有咩熱辣辣嘅菜式先。好似例如有雞肉片蔬菜炒沙河粉、蝦仁炒飯、鯪魚餅炒黃瓜、榨菜雞肉絲醬、蘿蔔炆牛腩、法式洋蔥里昂土豆、煎炸嘢食、粉麵檔。講到口都乾埋，轉去飲品區睇下有咩飲啦。凍飲例如有果汁、有牛奶，我自己就中意揀獨立包裝嘅飲品。試咗個藍莓汁，飲落有啲藥水味，都係飲返益力多最穩陣。至於熱飲方面，呢度有專業咖啡機任你斟，可以坐喺瀑布隔離享受下。大家唔好走住，呢個位真係好容易漏咗。只要行上幾級樓梯，原來後面仲隱藏咗個甜品生果區㗎。大致上已經帶大家睇咗一個圈啦，你又揾唔揾到自己想食嘅嘢呢？
歡迎喺下面留言話我知。睇外表就梗係唔夠啦，一於等我同大家試下味，睇下邊樣最值得拎。仲記唔記得頭先睇住師傅包嘅蝦餃？佢外皮晶瑩油潤，裡面嘅筍粒同肉質配搭得啱啱好。呢隻蝦餃真係全場必食，絕對係回本之選。至於佢嘅牛肉燒賣，煎馬蹄糕，水準都唔錯。另外，凍肉區嘅煙燻馬鮫魚都非常值得一試。平時比較少見，入口帶有淡淡嘅木香，魚肉結實得嚟，亦好有鮮味，推介大家試下。另外，估唔到白粥咁好食，果然係廣州名物。粥底夠晒綿，凍咗都唔會變稀。其他嘢食我哋都試咗唔少，不過因為味道都中規中矩，喺呢度就唔逐樣講啦。總結一下，呢度個環境對住個大瀑布，景觀真係無敵。嘢食款式多，特別係中式點心好有驚喜。唯一就係坐得有啲逼，同埋人流真係好多，氣氛比較繁忙。喺呢度食飽之後，仲有一個優勢，就係可以直接過去隔離個花園度散步。呢個公園佔地21,000平方米，入面有齊小橋流水，仲可以由另一個角度直接觀賞到頭先個大瀑布。免費入場，記得打埋卡先好走啦。好彩今次我哋喺度留咗2個朝早，所以有機會幫大家試晒2間餐廳嘅自助早餐。如果想睇埋頂樓靈船角旋轉餐廳有咩食，高空個景有幾震撼，咁就一定要睇埋下一條影片啦。知道大家未必會住夠2晚，早餐好多時只能2揀1，所以我特登整咗呢個表，根據我嘅觀察，將2間餐廳嘅特點列出嚟，大家可以跟住自己嘅喜好去揀啦。今集就分享到呢度，如果你鍾意睇呢類自費食評，希望你可以幫手讚好、訂閱我呢個頻道啦。呢條影片真心剪咗好耐，希望大家睇得開心啦。如果能力許可，歡迎你用超級感謝功能支持我製作更多自費嘅創作。好多謝你可以睇到嚟呢度，我哋下集見啦。